肖战就是要求他们在那里看啊，这些孩子就拿着个瓶子举着看啊，看多少度多少度啊。我说这不乱才怪呢。还有我刚刚在安检口我做了个调整，我说有4个人的时候，木兰芬跟陈小芳是不用去手检的，一个看机，一个盯场，盯住他们手检做的到不到位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处置这里，我说你尽量让他们上手做，你在旁边看着就好。就如果说实在忙不过来，手检再去帮一下，这样子他们才能成长，才能学得快。我说你自己2个老员工埋头苦干，一直在做，那学生就站在那里就不知道干什么，这样不行。我刚刚跟他们讲了，只要是广铁优才提示您，本次列车全列禁止吸烟，含电子烟。感謝您的配合。前方到站是珠海長隆站，各位旅客，廣鐵優采提示你，本次列車全面禁止吸煙、含電子煙，感謝你的配合。前方到站係珠海長隆站。各位旅客，廣鐵優才提示您，請下車的旅客整理好行李用品，提前在車門處等候。下車時，注意車門與站台之間的間隙，照顧好老人、小孩，以免發生意外。前方到站是珠海長隆站，各位旅客，廣鐵優才提示你，請下車嘅旅客整理好行李物品，提前喺車門處等候。落車時，注意車門與站台之間嘅間隙，照顧好老人、小孩，以免發生意外。前方到站係珠海長隆站。
位旅客，广铁优彩提示您，请您在下车時注意腳下安全。列車已經到達珠海長隆站。各位旅客，廣鐵優彩提示你，請你喺落車時注意腳下安全。列車已經到達珠海長隆站。各位旅客，廣鐵優彩提示您，本次列車全列禁止吸煙，含電子煙。感謝您的配合。前方到站是三灶東站。各位旅客，廣鐵優彩提示你，本次列車全面禁止吸煙、含電子煙。感謝你的配合。前方到站係三灶東站。
Questo. Kind of feel that ถอดเราเชือกไหม เ
各位旅客，难道三广交铁优通展提示站到了吗？您，请下车的旅客整理好行李物品，提前在车门处等候。下车时注意车门与站台之間的間隙，照顧好老人、小孩，以免發生意外。前方到站是三座東站，各位旅客，廣鐵優彩提示你，請下車嘅旅客整理好行李物品，提前喺車門處等候。落車時，注意車門與站台之間嘅間隙，照顧好老人、小孩，以免發生意外。前方到站係三組東站。好似你睇咯，你講我頭先話講咁長冇喺吉黑掹掹嘅出邊嘅，而家我甜咗咩？呢樣嘢佢有啲嘢。所以去三座東嗰種，我好驚除咗車直接出翻去，因為我度唔黐嘅。我不如去啲唔同地方，呢啲好嘅，好正麻煩。下個站嘅機場啊 supposed to be 因為我成個人唔會大聲，所以得咩呢個水大都我覺得始終係各位旅客，廣鐵優彩提示您，請您在下車時注意腳下安全。列車已經到達三座東站，各位旅客，廣鐵優彩提示你，請你喺落車時注意腳下安全。列車已經到達三座東站。哇！平時呢個位攞呢個做咩？呢個係咪俾啲人食嘢？點解得呢幾？即係 suppose 佢攞呢個嘢就得嘅，呢個係冇人嘅。呢個就得，有人出邊先。各位旅客，廣鐵優彩提示您，本次列車全面禁止吸煙，含電子煙。感謝您的配合。前方到站是珠海機場站，各位旅客，廣鐵優彩提示你，本次列車全面禁止吸煙、含電子煙。感謝你的配合。前方到站係珠海機場。頭先三座東嗰邊咁靚，而家又啲啱啱去機場又係咩冇？
飯唔可以行。而家自己都覺得，有啲大學同學咁樣嚟，經常嚟坐架車。而家去啦，我對住佢經常擺得咧，嗰條友一開始就話啦，佢啲水又唔拎得啦，唔怪之佢話呢樣嘢同嗰個叉電嗰嚿嘢都唔得啦，唔係好知擺邊個位啊，因為驚爆啊搭飛機唔爆，所以呢樣嘢俾，因為 check 咗當時冇嘢，呢個鏡頭入面我哋個架車幾乾淨，嗰啲車但係架車好多曱甴啊！你拉我喺呢度睇下好嘅嘢，冇咩人坐㗎，你飲下。各位旅客，广铁优彩提示您，请下车的旅客整理好行李物品，提前在車門處等候。下車時注意車門與站台之間的間隙，照顧好老人、小孩，以免發生意外。前方到站是珠海機場站。各位旅客，廣鐵優彩提示你，請下車嘅旅客整理好行李物品，提前喺車門處等候。落車時，注意車門與站台之間嘅間隙，照顧好老人、小孩，以免發生意外。前方到站係珠海機場站。咁重口音嘅條。我珠海機場啊，佢快咗2分鐘，佢嗰度就28，因為佢嗰份嘢就28分鐘，呢度早咗2分鐘到，而家26，而家係09。嗰種快少少應該09分到，嗰個寫11，即係快好多。嗰個快少少。珠海機場真係哪裡？這裡。等我停車先。落車去。咪到咧？睇下先。佢哋好似準備落車啦，你睇下佢哋到咗啦，佢瞓到咩咁？